大家好啊！咁我舊年8月咧就喺教會咧認識咗一位韓國嘅宣教士，咁佢嚟英國唔同教會去分享嘅。咁言談間咧就知道咧佢會去愛丁堡，而教會亦都安排咗一間屋俾佢住。咁佢知道我中意去旅行啦，又有多一間空房，咁所以咧就邀請咗我去佢度住咗幾日，咁我就可以乘機咧遊覽埋呢個蘇格蘭嘅。咁愛丁堡咧係蘇格蘭嘅首府啦，咁係英國著名嘅文化古城嚟嘅，亦都係僅次於倫敦嘅第2大旅遊城市同埋金融中心，咁係被稱為北方嘅雅典嘅。而呢度咧就有好多嘅古老教堂啦，同埋維多利亞時代嘅一啲好靚嘅建築物。咁我到埗之後咧就搭車去碼頭，咁呢度有一艘皇家遊艇咧就係不列顛尼亞號嘅，咁但係去到之後咧又冇乜興趣，咁所以咧我就搭翻車去翻市中心嘅。咁行過啦，見到就有個建築物都幾特別喎，咁於是咧就入去拍下，咁發現咧原來係蘇格蘭嘅議會大廈嚟嘅。咁大廈嘅主體部分咧係由4座4至5層嘅大樓，同埋呢個新聞中心同埋會議中心等建築組成嘅。而主樓嘅地下咧就有一個遊客中心係對外開放，咁係可以俾人參觀遊覽嘅。咁呢度除咗有展廳啦，咁仲有影片播放，去講述翻呢個大廈嘅歷史嘅。而上到去上邊咧，就會嚟到呢個辯論會大廳啦。咁呢個咧係由橡木同埋不鏽鋼構建嘅一個空間啦。咁每個細節咧，其實都好有呢個設計感嘅。咁如果有溫書考 Life into UK 嘅話咧，咁就會知道辯論會咧係允許旁聽嘅。咁市民咧亦都可以申請旁聽去參與呢個議題。咁而議會大廈嘅成個風格咧都係比較前衛嘅，喺古色古香嘅愛丁堡舊城區裏邊咧都算係一個異類嘅。咁所以咧其實有一啲人咧係評價得比較差嘅。咁佢曾經喺英國嘅一項民意調查裏邊咧係被評為全英國最醜陋建築嘅第4名。咁但係而家咧又成為當地旅遊嘅一個好重要嘅景點之一嘅。而我個人咧就覺得係幾特別嘅，咁都好值得參觀。咁對面咧就有呢個荷里路德宮啦，咁兩邊咧分別就有呢個國王博物館同埋女王博物館嘅。第2日咧就出咗去舊城區，咁景點都比較集中啦。咁我首先到訪嘅咧就係呢個聖吉爾斯大教堂嘅，咁佢係喺1124年起嘅，而98年嚟咧一直咧都係愛丁堡嘅宗教信仰中心，咁亦都係被視為全世界長老會嘅母會嘅。咁雖然佢就叫做 Cathedral 啦，咁但喺歷史上面咧，聖吉爾斯大教堂咧，咁只係有2個短暫嘅時間咧係作為呢個主教堂嘅，而經歷過呢個宗教嘅改革啦，咁教堂咧係被嚴重破壞嘅，係去到19世紀到20世紀咧先慢慢係重新修復翻嘅。咁教堂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呢個好似蘇格蘭皇冠嘅塔頂設計啦，咁宏偉嘅建築咧其實吸引咗好多遊客嚟參觀嘅。而教堂咧就係坐落於呢個皇家1英里中間嘅位置嘅，咁呢條咧係老城區最主要嘅街道啦。顧名思義咧，呢條街道係大概有1英里咁長。而我8月嚟嘅時候咧，正值就係呢個1年1度嘅 Fringe Festival，咁呢條街咧就有好多嘅街頭表演啦，同埋呢啲活動嘅，咁非常之熱鬧。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表演啦，俾大家欣賞。行完舊城區咧，經過火車站就會嚟到呢個新城區嘅王子街啦。咁呢度咧就有好多鋪頭嘅，咁附近咧亦都有個花園。而之前咧呢個花園其實係一個沼澤湖，咁後來咧先改建成花園嘅。喺園內邊咧就有一個紀念塔叫 Scott Monument。咁跟住咧就會嚟到呢個卡爾頓山啦。咁上山只係大概10至15分鐘嘅路程嘅啫。咁喺呢度咧就可以遙望成個市區。第3日咧就去咗 Glasgow 啦。
咁本來咧係冇計劃要去嘅，咁但係前一日啦喺市中心咧見到好多巴士去 Glasgow 喎，咁上網一查咧原來咧其實係好近嘅啫，咁只係搭個半鐘頭嘅車程咧就去到㗎啦。咁而且愛丁堡嘅景點咧都去得七七八八啦，咁所以咧我就臨時咧加插咗呢個行程。咁 Glasgow 咧係蘇格蘭人口最多嘅城市嚟嘅，咁係英國人口第3多嘅城市。咁我嘅第一站咧就去咗呢個格拉斯哥大學啦，咁係蘇格蘭歷史第2悠久嘅，咁全英國校齡第4嘅世界頂尖大學，咁裏邊係培養咗好多名人，咁已經有近600年嘅歷史。而大學咧就保留咗呢個中世紀嘅哥德式風格建築啦，內部咧就採用咗呢個維多利亞式嘅裝飾嘅。咁最出名嘅就係主樓中央嘅呢個哥德式迴廊啦，咁亦都係哈利波特咧嗰個魔法學校嘅實景拍攝地嘅，咁所以咧就係被譽為呢個哈利波特魔法學校嘅現實版嘅。咁蘇格蘭歷史最悠久嘅咧就係呢個亨特博物館啦，咁亦都係歸大學所有嘅。咁裏邊嘅展品咧就係涵蓋住呢個羅馬嘅文物啦、木乃伊啦、生物標本同埋水晶。咁唔係好大，咁但係都可以順便去參觀下嘅。咁位於格拉斯哥大學嘅主校園嘅對面咧，就係呢個海爾文格羅維藝術館嘅。咁係倫敦以外咧最多人嚟嘅第3大英國博物館，咁係採用西班牙嘅巴洛克風格，咁同埋保留咗咧格拉斯哥嘅紅色砂岩嘅傳統嘅。咁裏面嘅館藏係非常之豐富㗎。咁博物館咧就有3層樓啦，咁分成2個區域嘅，咁就係 The Life and the Expression。咁 The Life 咧就係包含咗好多主題嘅博物館，咁內容包括咧就有歷史啦、自然動物啦、埃及文物同埋藝術品等等嘅。而另外一邊嘅 The Expression 咧就係一個art gallery 嚟嘅，咁係有法國印象派啦、荷蘭文藝復興等藝術作品嘅。咁另外咧，每日下晝大廳咧都會有呢個管風琴嘅演奏添。跟住咧就嚟到呢個 Riverside 嘅 Museum，咁咧佢係一個以交通為主題嘅博物館嚟嘅，裏邊嘅館藏咧亦都係非常之豐富啦，咁就有超過3000件珍品嘅，咁係根據唔同嘅主題，大致上就分為火車啦、單車啦、地鐵、汽車、巴士、輕軌電車、船舶。展品咧係跨越多個時代嘅，咁亦都展示咗呢個交通運輸嘅發展嘅，咁由老式嘅汽車啦去到現代嘅車輛。咁另外咧，呢度咧仲打造咗3個唔同時空嘅街景嘅，咁每間店鋪咧都有唔同時代嘅商店咧係可以參觀嘅，咁有啲咧裏邊仲有紀錄片或者解說影片嘅，去重現翻以前嘅街景，咁令到遊客咧就可以回到過去嘅。咁呢度咧雖然展現咗呢個歷史悠久嘅交通運輸歷史啦，咁但係博物館嘅設計咧係比較前衛嘅，咁佢係用一個比較新穎嘅方式去呈現，咁內容都非常之豐富，咁所以我覺得嚟到 Glasgow 咧，咁就一定要嚟呢度參觀啦。咁之後咧就返到去市中心，咁喺呢個喬治廣場附近咧就有一個免費入場嘅現代藝術美術館嘅。咁裏邊就唔係好大啦，咁我都好快就行完嘅。跟住咧就嚟到呢個宗教藝術與生活博物館，咁呢度咧係介紹世界各大嘅宗教文化同埋藝術啦，咁展示咗佛教啦、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文物嘅。咁其實
係非常之大，咁但係係一個全球少數以宗教為主題嘅博物館之一。咁我都係第一次參觀呢類型嘅博物館，咁所以覺得咧都值得嚟參觀下嘅。格拉斯哥嘅市區咧，每一個角落咧都有街頭嘅壁畫嘅，咁總共咧有幾十幅。咁我時間有限就冇揾晒出嚟嘅，咁淨係去咗市中心附近有幾幅比較出名，咁我就作為呢一日行程嘅句號啦。最後一日咧，就喺愛丁堡返咗兩堂崇拜啦，咁跟住咧就去咗行下呢個 Dean Village 嘅。咁呢度啲建築物咧，同愛丁堡其他地方咧就好唔同嘅。咁河邊嘅兩邊咧，其實佢嘅屋咧主要都係啲彩色嘅石屋，咁咧就有呢個歐洲小鎮嘅感覺嘅。咁樣咧就結束咗我4日嘅行程啦。咁愛丁堡咧同我預期嘅都差唔多啦，係充滿住呢個歷史文化氣息嘅。而 Glasgow 咧就有啲驚喜，因為可能本身冇乜期望啦，咁諗住只係一個大城市，純粹有時間所以就去埋嘅。咁但係今次去過啦，由大學到博物館、Art Gallery，仲有呢個街頭壁畫咧，咁其實都有好多嘢睇咯。咁只係一日遊咧，時間係有限嘅。咁其實Glasgow 仲有呢個植物園同埋大教堂咧，我都冇去到嘅。如果俾我重新安排行程嘅咧，我就覺得咧可以每一個城市落2日。今次就講住咁多啦，咁大家記得 like 啦、subscribe 啦，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咁你哋亦都可以隨時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下集見啦，拜拜。